係呢道菜係好平，但係都係好嘥功夫嘅。炒一個豉油皇炒麵就可以炒3個小菜嘅時間。通常我哋就係啲麵拖咗水，燒鑊煎熟芽菜，再落蛋絲、爆鑊炒香嘅麵，炒到佢乾身鬆化，再慢慢較個地底汁，慢慢等佢索翻落個麵嗰度索一次過倒晒個汁咧，啲麵會收唔乾又會溶，所以分2次，慢慢收到乾為止，然後再落翻啲芽菜、韭黃、瀨麻油、蛋生抽，大火扯佢上碟嗰時，個麵又出煙，好似掟個炸彈落去飆晒煙咁，先係標準夠鑊氣。即刻試下喬哥嘅豉油皇炒麵先，哇，好鬆㗎！佢直頭咧係每一條麵你會感覺到咧，你睇下，同埋佢啲色好靚啊，好均勻，係每一條麵都沾到呢個醬油。